第6節，他們在那裏的時候，瑪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在伯利恆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裏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瑪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瑪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反覆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神，讚美他。滿了8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記的名。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他們帶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孩子的父母因這論耶穌的話就稀奇。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親瑪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又要作毀謗的話柄，叫許多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利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84歲，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正當那時，他進前來稱謝神，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以上係神嘅話語。弟兄姊妹，主內平安。今日我正道嘅題目，不要害怕，神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國。
嗱，呢個拯救的國咧，係象徵力量，係指要嚟嘅那一位就係大能嘅救主耶穌。嗱，喺舊約嘅時候咧，動物嘅角咧係用嚟咧發軍令嘅，係代表軍隊咧要服從佢哋嘅領導嘅權威。而大衛咧喺詩篇裏邊咧咁樣寫，佢稱頌神係佢嘅盾牌，係佢嘅磐石，係拯救佢嘅國，而且掌管佢生死嘅神。所以咧，我哋睇到大衛係深信咧神嘅救贖，指引佢當行嘅路。所以喺詩篇裏邊，大衛係寫出咧稱頌神嘅話。嗱，今日咧我哋咧有機會咧再重溫喺路加福音喺1、2章裏邊咧，好精準又豐富嘅記載耶穌誕生時候嘅奇蹟，係神咧為我哋興起拯救嘅國。我好多謝Anthony 弟兄好用心嘅用啟應經文同埋讀經咧，將呢啲嘅片段咧讀俾我哋聽，預備我哋嘅心，係讓神嘅靈咧感動我哋。嗱，天使咧對每一個嘅見證人都會講出不要害怕嘅話，係乜嘢嘅意思咧？佢就係強調，當我哋喺神嘅愛裏邊，因為相信基督，同神建立咗一個新嘅關係，係一個新約嘅關係，係和好嘅關係。所以好似今日響靈喺禱告中紀念雖然世界咧喺神面前係敗壞嘅，地上係滿嘅強暴人心咧呢個唔係政制，唔係國與國嘅戰爭，而係人心佢哋隱藏嘅強暴係唔能夠預測得到嘅。我哋真係需要神嘅以馬內利嚟安慰我哋，與我哋同在。所以神俾嘅以馬內利咧，係將佢俾我哋嘅喜樂同埋平安咧，係世界唔能夠俾我哋嘅。我亦盼望神感動我哋每一位，我哋要好似牧羊嘅人好勇敢去見證神已經嚟，神已經與我哋同在。我哋一同禱告嚟讚美主。主啊，賜俾我哋對聖誕節嘅醒覺，讓我哋思考喺慶祝聖誕嘅日子裏邊，我哋紀念聖嬰耶穌為我哋成就嘅救恩。我哋敞開我哋嘅心門，接受你俾我哋嘅以馬內利，見證你嘅美好。我哋咁樣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嗱，今日咧喺1、2章裏邊咧，大家都見到咧，我抽段咧，俾我哋大家能夠睇見一群咧經歷咗神以馬內利嘅見證人有瑪利亞同約瑟，有祭司撒迦利亞，有牧羊嘅人，又有喺聖殿中禱告嘅西面同埋先知亞拿，佢哋都將佢哋所聽見嘅、所看見嘅、所相信呢，係藉住路加福音呢傳遞俾世世代代嘅基督徒。所以我哋每年呢慶祝聖誕節嘅意義呢，就係紀念耶穌嘅誕生。我哋一同稱頌呢位行奇妙作為嘅神，佢嘅作為係為我哋成就得救嘅救恩。嗱，當時嘅瑪利亞咧，係神係許配咗俾約瑟嘅未婚妻。嗱，佢問一個好現實嘅問題，
佢話我都未出嫁，點解會有懷孕生子呢件事呢？而天使點樣回答佢話呢？佢話瑪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稱為至高者的兒子，對唔住，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你諗下，瑪利亞當時只係一個小嘅女子，冇乜嘢嘅家庭背景，好平凡嘅長大。但係咧，佢相信神嘅揀選同埋神嘅帶領，亦相信咧神會帶領佢嘅未婚夫約瑟咧係會咧順從神嘅旨意，會順從神嘅安排，所以佢克服咗懼怕，成就咗神喺佢身上奇妙嘅作為。童女懷孕生子，成為耶穌嘅母親。所以我哋喺下篇嚟睇到咧，瑪利亞嘅尊主頌係46至到55節嘅。瑪利亞話：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萬代要稱我有福，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為聖。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施展大能，使狂傲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飢餓的得飽足。扶助他的僕人以色列，為要紀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你要知道，世世代代嘅基督徒咧，亦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喺加拉太書3章29節係咁樣提醒我哋：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所以我哋睇下原先有呢一位害怕嘅祭司賽加利亞，或者出於佢或者小信，或者佢係一些少埋怨神，點解你唔早啲回應我嘅祈禱咧？我哋同我太太向你求一個兒子但我哋而家已經年老啦，仲有冇力量咧去照顧一個嬰孩咧？所以咧，有一段時候咧，神係令撒加利亞係啞口嘅，一直等到佢嘅兒子出生。我相信咧，佢喺呢一段啞口嘅時候咧，撒加利亞係會好反覆思想神藉天使俾佢嘅話，佢終於明白天使加百利所傳達嘅信息。所以撒加利亞之歌咧，就係彌賽亞救恩嘅歌，佢讚美彌賽亞。佢稱頌咧基督係救贖之國，係回應咧舊約先知嘅預言。神紀念佢嘅聖約，呢個聖約係佢與佢嘅子民所立嘅聖約。童貞女所生嘅嬰孩耶穌，就係神興起拯救嘅國，係神應許嘅彌賽亞，叫佢嘅百姓咧因罪得赦，知道救恩。而咧，我哋睇到咧，後嚟咧，撒加利亞嘅兒子施洗約翰，將要行喺主嘅面前嚟預備耶穌傳福音嘅道路。當時點解約瑟同瑪利亞會嚟到伯利恆呢？呢個伯利恆之旅咧，係因為咧當時嘅凱撒
佢咧傳遞咧要人口普查嘅命令，呢個亦係應驗咗先知嘅預言，就係話咧喺耶西嘅殘幹，耶西咧亦係大衛嘅祖先，對唔住係約瑟嘅祖先，喺佢嘅殘幹即係可以喺個殘肢裏邊興起咗拯救的國。嗱，我哋都知道約瑟係大衛家嘅一族，所以佢要去大衛嘅城伯利恆係去報名上冊。咁嗰時咧，身孕已經好重嘅瑪利亞咧，就喺嗰度生咗頭胎嘅兒子，用布咧包起嚟，擠喺馬槽裏邊，因為客店咧冇地方能夠收留佢哋。好奇妙神呢就係差派天使咧去到牧羊嘅人，同佢講：不要去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喺路加2章8節22節係咁記載嘅。原來喺伯利恆嘅野地裏邊有一班牧羊嘅人，係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嘅使者站喺佢哋面前，站喺佢哋旁邊，主嘅榮光咧四面嘅照着佢哋，牧羊的人就甚害怕。但天使對佢話：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係關乎萬民嘅，因為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呢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所以忽然間一隊呢天兵同個天使讚美神話：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我哋喺崇拜時有我哋嘅詩班為我哋獻唱，哇！呢種咁榮耀讚美神嘅片刻咧，當日咧就發生喺呢個一班嘅牧羊嘅人喺荒地裏邊。所以呢一班眾天使離開咗之後咧，升天咧去咧，牧羊嘅人咧就彼此話啦：我哋要去伯利恆去睇睇所成嘅事，就係主所指示嘅。佢哋急忙去，佢哋冇遲疑，急忙嘅去睇咧天使咧宣告俾佢哋聽嘅信息。所以咧佢哋就見到瑪利亞同約瑟由呢個嬰孩咧臥在馬槽裏。既然呢睇見，既然牧羊人睇見，佢就將天使論這孩子嘅話咧傳開。好感動！佢哋用聽見嘅人呢，聽到就話：哇！呢一班牧羊嘅人佢哋喺野地裏邊生存嘅牧羊人對佢哋講嘅話咧，佢哋咧都好大嘅感觸。佢哋點解會見到有天使，天使又同佢哋咁樣講咧？但係個牧羊人咧，佢哋好勇敢嘅，唔再害怕。佢哋咧將佢哋所聽見、所睇見嘅一切事咧，好似正如天使向佢哋講，就歸榮耀俾神，讚美神。我哋睇下呢一班嘅俾社會邊緣化嘅牧羊嘅人我點解咁樣講咧？我相信能夠有能力嘅喺當時嘅城市就業嘅，邊個會喜歡咧喺夜間係守羊，而且喺空曠嘅地方有嚴寒嘅天氣而且咧有
偷羊嘅人或者狼群呢係會偷襲羊嘅。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大家都好踴躍去應徵嘅工作呢個真係一個維生嘅工作。所以但係呢一班喺社會被邊緣化嘅人呢，佢哋可以呢，因為神嘅感動，不再懼怕，而將天使呢向佢哋講嘅說話呢，就係嬰孩耶穌誕生傳開，好奇妙啊！佢哋呢係神揀選嘅見證人，而且呢又歸榮耀於神。原來平凡嘅人，好似你同我喺神嘅帶領下呢，我哋唔好畏縮，亦唔好推搪，我哋係能夠勇敢嘅成就神喺我哋身上嘅旨意。讚美主！嚟到耶路撒冷，當瑪利亞同約瑟帶耶穌去到聖殿，呢一位西面呢，佢嘅背景呢，佢就係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祝福。佢知道自己呢未睇見主所立嘅基督呢，知道呢佢未去翻去天父之前呢，一定見到主所立嘅基督。呢個俾佢真係一個莫大嘅祝福。所以佢稱頌神咁話：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原來神嘅救恩不單係光照以色列民，而且從以色列民開始傳，但係呢，佢嘅救恩係照亮外邦人，即係所以猶太人以外嘅人、民族、世界嘅人，神呢都要呢將呢個救恩嘅光臨到佢哋嘅身上，等佢哋有機會聽到，有機會相信。所以嚟到另一位喺聖殿嘅裏邊嘅女先知亞拿，佢亦係同樣咁感謝神。佢係亞設支派法內力嘅女兒，佢年紀已經老邁，從作童女到出嫁嘅時候，同丈夫呢住咗7年呢就守寡啦。而家已經84歲，但佢冇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所以正當嘅時候，佢前進嚟咧稱謝神呢，佢就將孩子嘅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嘅人講。我哋睇下西面同呢位女先知亞拿，兩位都係年紀老邁，或者已經冇年青人嘅活力，但係佢哋係點樣啊？佢哋係時時嘅禱告，就越會禱告，而且精心守候神應許嘅彌賽亞。所以上帝滿足佢哋嘅盼望，知道佢哋必能夠看見主所立嘅基督，不只係以色列嘅榮耀，亦係照亮外邦人嘅光。呢個就係神愛世人嘅福音。讚美主！我哋大家一齊嚟思考喺路加福音，作者路加為我哋所考察而且記載嘅發生嘅奇事同埋喺當時見證嘅人，我哋有冇覺得神揀選嘅人有冇令你驚嘆啊？神咁奇妙嘅安排，佢嘅揀選嘅人係喺不同環境裏邊，但係佢哋唔係有咩輝煌嘅背景但係咧佢哋就係只係聽見神所吩咐佢哋嘅，見證
主耶穌基督係就願意咧分享俾別人。我覺得咧，神使個人用嘅人咧，好似我哋中間都係，我哋大家都係大部分人都係有上咗年紀嘅，但係咧神仍然俾我哋有祈禱嘅心，係咪？我哋能夠咧將我哋聽到嘅同我哋周邊嘅人分享，特別係我哋嘅家人，係咪？我哋家人係最親切嘅，佢哋係會聽我哋講嘅嚇。但當然啦，我哋唔可以勉強佢哋接受，但係聽到係福氣啊，係咪？因為咧神嘅靈好奇妙嘅，佢會喺我哋身上作工嚇，所以我哋唔係用話語去說服人啊，你要信耶穌啊，你可以咁樣呼喚佢哋，但係相信係神，原來神嘅靈係賜俾佢哋有一個相信嘅心。所以我今日見到大家雖然係一個好凍嘅天氣，我哋都大家喺神嘅宣召下咧嚟到教會一齊崇拜，一齊讚美神，紀念咧神為我哋興起拯救嘅國。所以神嘅奇妙作為咧係唔用人期望嘅氣勢啊！主耶穌嚟到我哋中間咧，其實係好艱苦嘅。但係嘅佢冇抱怨，佢嚟到世界咧，佢係被拒絕、被辱罵、被誣告，甚至咧被釘喺十字架上流血死亡。但人嘅作為咧係唔能夠破壞神嘅救贖。復活嘅主咧已經咧勝過罪同埋死亡。我哋相信耶穌係基督嘅，就得到救恩嘅福分。所以今日嘅基督徒咧，亦係被神揀選嘅見證人，係咪？耶穌係基督嘅信徒，耶穌係基督嘅信徒。對唔住，佢係揀選見證耶穌，而係基督嘅信徒。佢咧好似一啲唔害怕嘅牧羊人，將所聽見嘅、所有相信嘅，都告訴我哋佢哋認識嘅人。我哋亦可以同樣咁樣做，將我哋聽見嘅、相信嘅講俾我哋認識嘅人，歸榮耀與神。呢個咧就係慶祝聖誕嘅意義。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天上嘅父，求你聖靈幫助我哋成為不再害怕嘅牧羊人，將天使講有關呢個孩子嘅話傳開，將所聽見、所相信嘅講俾我哋周邊認識嘅人。嬰孩耶穌佢日漸強健起嚟，充滿智慧，又有神嘅恩典喺佢身上，佢不害怕受苦，釘上十字架。耶穌已經勝過罪同埋死亡嘅權勢。安息日嘅主係被加冕為榮耀之王。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請我哋一齊誦讀今日所宣嘅金句，喺路加福音第2章第20節，經文咁話：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上帝，讚美他。再嚟一次，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上帝，讚美他。路加福音第2章第20節。